行政院会本地今仔日要讨论包含普发现金1万块的5450亿润成特别条例预算案，不过却临时把这提案抽起来。行政院的发言人就表示讲，主要是因为产业支持方案佫需要调整，也强调会依照3读的特别条例来编预算。另外，台美关税谈判复杂野党这期是乌上作业。今仔日立法院的委员会就召开机密会议，邀请外交部也有这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提出相关的文件，互立委了解和监督。当时海商计划每一次机密专报，我印象有3次都是全程机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走廊，中央立会爆发激烈口角，因为民进党一个调会新北洋临时变更初期议程，为考察体育会清境农场改造，邀请外交部、行政院经贸办出席台美关税谈判文件，也毋过因为涉及双边保密协定，专程采取机密会议形式，和国民党这期是乌想。尊重国会的监督所以这虽然说这个几乎没有先例，就委员所关心的问题相关的文件，我们提供给委员。今麦美国对台20趴的暂时性关税正式生效，川普又搁宣布会对无伫美国设厂的半导体扣100趴的关税，各界关注敢是会影响咱国最后的税率。有待他最后的正式的行政命令，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谈判团队一定会持续的跟美国争取，在对等关税的谈判里面，要把232以及供应链合作一并纳入。川普所公布的内容，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谈判的这个策略以及我们的步骤。另外，营养关税长局原定提起行政院会，要讨论包括普发现金1万的5450亿润成特别条例预算。伫开会前一刻，阁提出提案，但是因为民进党内部对敢是拜付有无共意见。确实，内部有各种的意见的部分，还在做最后的讨论。我们当初就是还税于民。全民普发1万块，每一分钱本来就是人民的，有什么理由不赶快普发给大家？在野党全面普发立场明确，呼吁行政机关唔通去拖，毕竟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将伫地中上会上也呼吁朝野支持特别预算案。已经3读了特别条例，那除了就是产业支持方案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思考再做调整之外，其他的都不会变动。行政院强调，会以3读的特别条例编列预算，互看做是无排付。也毋过什么时阵会提出预算案，犹待后礼拜行政院会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